阿仙奴自從舊年12月體育總監伊度突然請辭之下，而家個體育總監個位仍然懸空嘅，但係呢已經有傳聞就係離開咗馬德里體育會做總監已經超過11年嘅貝查已經同阿仙奴傾到去一個最後階段，幾時有官方嘅宣佈呢？我諗等下啦，時間問題啫。無可否認，伊度對阿仙嚟講就絕對一個好緊要嘅任命，因為佢入主咗阿仙奴，雖然先做技術總監，但係已經同阿迪達攜手展開一個5年嘅計劃。去到佢離任嗰陣時嘅成績係點呢？大家有目共睹。就算衝擊聯賽冠軍仍然未達成，但係球隊喺場上同埋各比賽嘅表現都已經有咗證明啦。亦都可以同曼城等嘅列強鬥到底。不過伊度起初做總監嘅眼光係有少少被人質疑嘅，因為佢頭一季嘅買人就認真差強人意，甚至出現咗比比嘅騙案，成為咗8000萬嘅水貨。但係佢之後就慢慢修正喎。如果你睇佢呢5年10大最高價嘅收購，除咗失敗咗嘅比比同埋頗具爭議性嘅夏維斯之外，或者你都加埋波圖嘅韋拉仔啦，咁你數下過億先生嘅懷斯、賓韋特、加比爾捷西斯、柏迪、卡拉費奧利，仲有添巴、冼真高，仲有最緊要就係奧迪加特，成為球隊嘅核心。咁呢堆嘅球員全部仲喺陣中，同埋呢幾年亦都直接幫助阿仙奴打上列強嘅位置。佢哋各自自己嘅實力亦都得到證明。如果即係話伊度嘅眼光就絕對唔係偶然，當然佢唔係每單交易都係咁立竿見影。但係我冇數到嘅，例如富安健洋做到後備角色嘅基維奧等等。如果繼續係由佢有執掌球隊嘅人員變動，我相信係應該繼續看好嘅。不過佢舊年12月突然請辭，其實到而家佢都有新嘅公佈，究竟佢係會去邊支球隊嘅？佢一開始傳聞呢，佢就會去森林，因為對家希臘班主出嘅價錢就比而家高。但係就從來冇落實嘅，都有傳聞話會去希臘班主旗下其中一隊球隊度擔任總監。不過無論去邊隊都好，佢因為薪酬而要走嘅話都無可厚非嘅，始終都係打工仔。但係呢，我覺得或多或少都影響咗阿仙奴啱啱冬季轉會窗嘅操作。當然最後一個前鋒一個攻擊球員都冇試同埋冇買，又未必關冇體育總監事嘅。始終呢個就係阿迪達同埋班主嘅共同傾出嚟，加上本身scouting團隊揾唔揾到人嘅結果。同時你知道阿迪達有時都幾有自己嘅意見，嗰時佢唔買就係諗住等沙卡仔喺3月中或者4月復出就算噶啦，好過博錯一個球員翻嚟。咁而家證明啦，博好過真係唔博。咁聯賽嘅成敗我諗都有咗差不多嘅定論，係估唔到歐聯喺16強咁快搞掂對手，不過去到8強都幾難噶啦。所以而家全會簽貝查做新任總監，就真係展望來季同埋更遠嘅發展。咁貝查本身就唔係西班牙人嚟嘅，係意大利人喎。咁佢一開始喺帕爾馬同埋熱那亞就其實冇乜功績嘅啫。帕爾馬嗰陣時主要喺乙組，咁熱那亞嗰時都係護級為主，即係冇乜特別嘅誘因去簽啲好嘅球員，即係得迪斯道、B 扎中下游嘅常客就幫咗球隊護級。估唔到佢之後去馬體會就成個足球管理生涯就改變咗。起初佢同伊度一樣都係入去做技術總監嘅，但係一入到去做同斯蒙尼拍個效果就正如伊度拍住阿迪達一樣，好有嗰種聯乘作用。最緊要佢長年真係買到批啱斯蒙尼發揮係用嘅球員翻嚟，而且有不少呢買完翻嚟之後可以2倍甚至3倍嘅價錢買翻出去。呢個嘅優點暫時證明係比伊度優勝添。
嗱，除咗祖奧菲力斯之外，其實佢歷年來買嘅球員都唔係出好高嘅價錢。艾華利斯同埋之後表現有啲失色嘅納馬已經係較為高嘅入貨啦，咁去到7000幾萬。咁當然仲係 fit 嘅迪亞哥斯達都需要6000萬嘅，但係有啲球員唔止係幾千萬，但係對馬德里體育會嚟講係非常之有作用，同埋證明咗立足於球隊嘅阿根廷中場席保羅、前鋒莫拉達、文素基治、艾特維特、詹美利斯、沙域呢啲長期喺球隊交到貨嘅球員，仲有已經離隊嘅香莫素，同埋今季先加盟嘅前車路士中場加拉加，都證明係冇入錯貨噶。甚至有啲唔係好起眼嘅收購，譬如左翼嘅卡拉斯高，亦都重新激活右閘嘅捷比亞，仲有代替洛迪嘅馬高斯羅蘭迪，仲有之後去狼隊都有發揮機會嘅管夏。喺馬體會佢係比德甲會踢得好啲嘅。仲有一個球員大家可能忘記，但係佢都出自馬體會嘅，就係而家利物浦嘅祖達。咁當陣時貝查買佢翻嚟，其實之後都冇乜機會出嘅。咁但係咧之後放手俾又係狼隊，咁啊賺到個 double， 都證明貝查真係有佢嘅眼光喺度咯。當然要數貝查最得意嗰幾個收購，一定係唔可以少咗基利士文、奧布力克同埋洛迪啦。我自己個人就會加埋蘇亞雷斯嘅，雖然效力咗2季，但係仍然交到貨。咁祖奧菲力斯其實佢都有眼光啦，當然，但係佢買咗翻嚟唔係咁啱斯蒙尼呢類風格嘅領隊用啊，所以無論擺咩位置都唔可以用盡佢嘅能力，或者令到佢進步得好咯。呢點係有少少可惜嘅，亦都間接種下佢而家變咗球隊人球嘅情況，水準亦都唔可以發揮得好同埋穩定。咁但係基利士文就同佢相反啦，就真係幾夾斯蒙尼嘅打法，令到佢最佳嘅打法可以做到出嚟，甚至可以氹掂埋巴塞呢個水魚過億買佢翻去，真係貝查嘅功勞。喂，你要留意當初皇蘇買佢翻嚟呢，3000萬跟住變咗1億4倍啊！另一個低價嘅成功就係奧布力克，當初因為古圖奧斯要去車路士，咁啊賓菲加喂真係1600萬買佢翻嚟，但係就成功揾咗一個穩健而可以長期打正選嘅龍門，真係非常之抵啊！咁呢個又冇得唔入貝查數啊！咁啊更加之緊要就係洛迪。呢個仲誇張，其實一開始青訓嗰時已經立咗佢翻嚟噶啦，但係當陣時冇表現就去咗維拉利爾，但係幾年之後呢，貝查決定買佢翻嚟，咁轉過手之後又係多2倍幾價錢去曼城，甚至而家已經成為貝朗多嘅得主添，真正變咗世一嘅防中球員。咁我以上講成堆嘅球員就係話俾大家聽，貝查嘅眼光就大家真係唔需要懷疑，同埋佢買賣嘅操作真係有佢嘅一手喺度嘅。雖然唔係單單雕都可以令到球員變幾倍嘅價錢，但係升值嘅個案就絕對唔少。仲有就係買翻嚟嘅球員唔係升值好多都好，係真係啱球隊用啊嘛。咁呢2點其實係已經值得阿仙奴點解要揾佢翻嚟啊？仲有呢，就係因為你見到貝查可以喺同一支球隊效力咁耐，亦都證明咗如果佢見到呢支球隊係有潛力，同領隊同領導層夾得到嘅話，佢唔會貿貿然潛過別支，一見到有更好嘅機會就即刻走嗰隻嘅。要知道咧，其實馬體會喺佢麾下咁多年，其實攞嘅西甲冠軍同埋歐戰嘅冠軍唔算多噶，但係佢又一直同球隊齊上齊落，同斯蒙尼都係。我諗從呢點嘅觀察，阿仙奴真係希望一個人係有機會可以同阿迪達繼續夾落去。雖然佢唔係西班牙人啊，但係佢長期喺西班牙聯賽度效力，咁條西班牙線即係南歐線已經係好深噶啦。如果揾佢翻嚟，都隱約見到球隊穩兵嘅方向。當然我一切都係喺會繼續留阿迪達嘅前提之下啦。雖然阿迪達本身唔係冇弱點嘅，
唔係冇可以進步嘅空間，包括調動同埋理念係絕對需要繼續進步。如果而家貿貿然要佢嘅話，你揾到邊個翻嚟要維持到個成績呢？即甚至乎令到成績有進步嘅餘地呢？而貝查，我相信佢需要一個都幾穩定同埋好似呢度咁樣有幾年計劃嘅一個總監，同埋今次如果佢嚟嘅話，相信野心會比喺馬體會更加大嘅，想得到嘅嘢會比馬體會更加多嘅。所以第一樣嘢，我相信揾佢翻嚟就絕對係件好事。第一，肯定佢唔係 nobody 先啦。第二，佢喺4大聯賽有咁長時間嘅證明，眼光同埋操作更加有機會比呢度好。我相信佢同阿迪達的溝通，藉住佢喺西班牙長期嘅浸淫之下，我相信問題應該唔大嘅。最緊要就係四高生可以即時放水俾佢買球員翻嚟，同埋我頭先講咗啦，佢唔係下下都買貴球員翻嚟嘅。當然英超球會要嘅球員嘅價錢一定需要比西甲或者其他4大聯賽嘅球隊高啲噶啦。但係頭先我提過咧，其他啲中價球員咧，佢會諗噶，同埋中價嘅球員揾翻嚟，其實都會適合球隊嘅打法同埋運用，呢點我覺得都幾緊要。尤其是阿仙奴唔係好似曼城咁樣咁輕易就可以買2-3個中堅抌錢落去嘅。同埋最緊要咧，都睇到佢喺馬體會長年嘅成功，唔單止靠某一條球員嘅線路。雖然我都會覺得佢揾西甲或者係西班牙球員翻嚟，會去翻法比同埋阿迪達，分別喺球員時代嗰種嘅數目，咁可能一隊有3至4個呢類嘅球員喺度都未定。但我覺得只要啱用嘅話，其實國籍嚟講唔係一個重點，同埋呢度嘅成功更加都唔係只係集中喺揾南美或者巴西球員添。所以而家貝查嚟個天時地利人和夾到嘅話，相信係絕對有利阿仙奴未來嘅發展。但係會去到咩階段，係唔係可以去到衝冠嘅功臣，咁就要再拭目以待啦，同埋等官方宣布佢嘅加盟先啦。好，呢集時間差唔多，你下集再見，拜拜。